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6号星期四，美国各大指数都是这几天向下震荡，普遍呢就偏弱的。先讲昨天呢就因为前天大跌以后呢，昨天有一个小小的反弹，昨天所有指数最后都是涨的，道琼斯是涨了226点，涨0.48%，S&P 涨28点，涨0.37%。科技股 Nasdaq 涨151点，涨0.65%，Russell 2000涨37点，涨1.54%。来到今天呢，开盘大概2个小时都是普遍向下的四个指数，道琼斯最好的时候呢，只能涨48点，很小啊，然后呢就慢慢跌下去。今天最差的时候呢，曾经跌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啊，跌了474点，大概跌了1% 左右。四个指数的走向呢都是下跌的。最近的这个市场呢，都是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啊，这个科技这一类的股票，这个价值可能有点高。另外呢，市场都是关注呢这个 Trump 总统这个关税的在这个最高法院里边的这个情况。最近消息指出呢，在这个听证会上面的话呢，就大家很多的法官呢都是质疑这个 Trump 总统利用这个紧急的 emergency 的经济权利法去征收这个高额关税这个做法。所以如果呢最终裁定我们这个关税是违法的话呢，我们政府可能会面临超过1000亿美元的这个退税的压力啊，都有点比较严重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不好的因素呢，我们这个政府停摆啊，已经是创了历史上最长的了。今天可算是37天，从10月1号开始。最明顯的影響呢，就是我們官方這些經濟數據呢，就發布受阻了，特別是這個，比方說這個非農就業報告是一個就業市場、勞工市場很重要的數據，所以呢，最近就前天的這個 ADP 就是個很重要的 ADP 雖然市場這個就業數據比預期好。然後同一時間呢，這個禮拜呢，很多的聯儲局官員呢都針對這個利率啊、經濟的前景呢發表講話，投資者呢都非常關注聯儲局下一邊的這個利率的走向，因為他們都好像對於12月的這個減利率呢，這個意見呢都是非常不同的，就是在內部的聯儲局裏邊，這個現在利率期貨市場反映呢12月10號的話呢，減利率的可能性呢就大概有71%。今天呢就避險的情緒增加呢，市場都買進這個債券了，就把這個債券利率呢就降低下跌了，它的價格跟這個利率呢永遠是相反的。現在10年公債利率是報4.085，比較跌得厲害，比較跌到0.07。美元指數呢今天都同步下跌了，現在是報99.695。除了我們美國以外的話呢，英國央行呢都宣布它維持他們的利率在4%，但是都可能說呢12月份呢都有可能會降息。然後呢就黃金商品方面呢，黃金現在都是在低點的這個附近呢就徘徊，現在是報3978。今天曾經呢就超過4000，但是現在掉下來了，現在是掉0.1%。油價都是下跌的 ，WTI 原油59.3毛1，跌0.49%。好啦，今天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